在晴朗的一天出發。爭取咗公共空間呢1週年嘅日子，所以呢，今日黃永呢就率領李永達議員同埋梁家傑議員實地視察質素換尺數嘅港灣豪庭。咁啊，黃永呢就較早時呢就上咗喺平台度啦。咁另外兩位議員呢就預備出發啦，係嘛？咁啊，你哋行嘅路線呢就應該係先上1樓平台，然後去2樓平台，然後上到4樓平台呢係同阿黃永會合。目的係乜嘢呢？就話視察完之後，究竟1樓同2樓嗰個平台，如果用質素換尺數嘅話，究竟公唔公道？咁又另外咧就係話呢個1樓同2樓先至上到4樓，以當時嘅設計嚟講，係咪真係唔方便市民上去為目的咧？李永達同阿梁家傑議員啊，你哋就抽咗個卡㗎，你哋會循邊個方向出發咧？李永達，你會循邊個方向出發啊？李永達就抽到右邊，所以我係地下邊出發。梁家傑抽到左啊，左就向商場出發啦。係啦。黃永，俾個建議兩位參賽者試下唔好問人，因為問咗你都未必答得到，未必真係識佢。嗱，大家準備好啦，係嘛？3、2、1，開始。但你而家喺邊啊？先喺地下行嘅，係經過有幾道門，道門都鎖晒嘅。其實我逢門都拉下先，係咁道門咧就拉得開嘅。咁我咪6、4個字公共空間。哦，但係呢啲平時行佢哋睇唔到嘅，因為嗰道門凹咗入去㗎。阿李永達頭先就入咗正確通道嘅應該。如果佢講得出話嗰個門口係凹咗入去，個方向就啱㗎啦。咦？但我而家擔心啊，楊生，梁家傑議員去咗邊咧？而家出咗嚟，咁一邊咧就寫住私家地方行人免進，咁即係我呢條路不通啦。我而家又要落翻去再揾過啦。但係你仲未揾到啊？我而家上咗平台啦已經。我上咗平台啊！我要揾個泳池好大嘅平台，咁個泳池我睇唔到，我要再揾啊，因為好大地方。時間就啱啱過咗一半，嗱，其實我就見到空間監察大使阿坡同阿李永達，但係佢哋又睇唔到我。我見到你啦！我見到黃永玲講完嗰頭，見到啦。咁啊，梁家傑議員睇下而家佢喺邊先？啱啱咧有個直 Q 哥哥就叫我撳 P 字咁樣出去咯喎。係。出去咧，另外一個直 Q 哥哥就話：，梁議員唔好意思，呢度咧係住客嘅私人地方，咁你就唔好喺度出嘅。落翻路面咧就再揾啦咁。咁啊而家終於咧就好彩啦，我就揾到德秀鋼嘅閘，寫住咧公共空間。咁我有啲信心，而家應該揾到阿黃永㗎啦。咁啊，恭喜你啊！你都應該係順利去到目的地嘅，雖然時間係長啲咁啫。好曲折啊，好曲折啊！咁啊，講一講你上到去嗰個感覺，1同2樓嘅感覺啦。其實嗰係一個走廊式嘅空間嚟嘅，唔可以構成一個你覺得會坐得好舒服。梁家傑咧，無論你話點樣將佢改造咧，其實都好難同4樓平台嗰個咁開揚，咁樣有流水、有鳥語花香嘅。你哋下一步點樣跟進咧？最緊要就係有一個統一嘅準則、政策，同埋未來嚟講再做呢嘢嘅時候咧，有一個一系列嘅做法，令到咧公眾真係笑得到。梁家傑咧，規劃指引嗰度咧，其實係應該作一個認真嘅審視，等嗰啲設計者咧係有所依從，同埋我希望咧就喺城規會嗰度咧，真係有一個專責嘅小組，係專睇呢一啲咁嘅公共空間同休憩用地嘅規劃。以呢兩位議員咧，成日又落街又巡區，都要咁難揾咧，真係幾揾笨嘅呢件事。嗱，所以我同政府官員講咧，或者同保皇黨講咧，你哋落地睇啦，唔好政府俾乜你睇咧，你哋就睇乜咯。在晴朗的一天，由公共空間出發，8819039.com全程重溫。